大家好，我係 Derek 啊。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更新一下咧日本嘅情況嘅。咁主要咧就分三部分，第一咧就係經濟數據，第二咧就係日本執政黨嘅人事變動啦，而第三咧其實就係投資者最關注嘅，佢哋可以投資啲咩項目咧？咁經濟數據方面咧，其實日本咧喺7月嘅時候咧，因為呢個夏季獎金大幅上升啦，令到呢個名目嘅薪資增長咧就加速嘅。而政府咧亦都透過咧夏季電力補貼啦，同埋受控嘅米價咧，就將通脹壓力咧就維持喺央行2% 嘅目標上下嘅，咁令到呢個實質嘅薪資首次咧就重回呢個正增長啦。咁喺呢個第二季嘅 GDP 數據方面咧，咁其實增速咧就不但優於前值咧，更有淨出口同埋消費嘅雙重貢獻啊！咁加上啦，美日關稅談判落實咧，往後日本經濟同埋企業嗰個盈利估值咧，所需面臨嘅壓力咧都會減少嘅，咁甚至咧有可能會有進一步上升空間添嘅。咁喺人事變動方面咧，由於石破茂請辭啦，日本個執政黨咧就將會喺10月4號咧就選出呢個新黨魁嘅喎。而目前咧領先嘅候選人咧對加息嘅態度咧係較為之中性啦，甚至係鴿派添嘅。咁短期內咧就未見急切加息嘅壓力啦。咁市場對日股短線嚟講咧仍然係一個利好嘅預期嚟嘅。咁長線啦亦都有加息嘅可能啦，要留意啦央行決策同埋指引嘅。咁再睇翻市場板塊嘅表現啦，以出口為主嘅半導體指數咧，其實就快速反彈突破咗今年高點嘅喎。但係整體嚟講咧，內需防禦股咧，由於能夠抵禦呢個匯率波動，同時咧都受惠翻呢個消費動力同埋經濟回溫咧，日經225內需類嘅走勢咧，其實係明顯咁優於半導體同埋出口類嘅喎。咁就顯示翻啦，國內消費嗰個題材咧，就依然係十分之強勁嘅，亦都符合翻咧我哋之前咧多次咁提出咧日本內需呢個主題啦。而當中咧更加具吸引力嘅咧，其實就係日本中小型股啦。當中咧東證嘅中型股400指數同埋東證嘅小型股指數，其實只有34% 同埋20% 嘅營收咧係嚟自海外嘅啫。咁比起大型股咧，就更加專注呢個內需市場嘅，能夠有效咁分散單一產業嘅集中風險啦。咁投資者咧，其實亦都可以透過一啲嘅中小型股嘅因子咧，同埋內需主題高度重合嘅特性咧，就參與翻呢個日本內需復甦呢一個紅利嘅。咁綜合嚟講啦，其實喺呢個通脹率高，但係薪資同埋消費動力持續增長嘅環境底下咧，以及加上咧呢個貨幣政策趨勢未明朗咧，我哋係傾向翻咧支持一啲防禦性較高嘅內需板塊嘅。而中小型股咧就更加聚焦呢個國內嘅市場啦，係有機會咧帶嚟一啲嘅超額嘅報酬嘅。咁建議咧投資組合咧就中適度咁配置翻一啲相關嘅標的嘅。咁後續咧亦都係要持續咁關注咧日本嘅經濟同埋央行嘅動向嘅。咁我哋今個禮拜就先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